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来品尝红枣。来到的地点当然就是苗栗公馆乡，因为在苗栗公馆这里的气候非常的温和，同时它有沙质的土壤，因此又称为红枣的故乡。其中呢，这一家枣庄很特别，老板邱子明不只是种植红枣，还开餐厅，发明了许许多多的红枣料理。那么现在荣获了客家美食优等奖。阳光钻进树丛，持续来到夏天，树上结了果实，这是红枣，种在苗栗公馆乡，红枣的故乡。红枣它长得比较慢了，这个也算是爸爸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每年7、8月份是采收的季节，1000坪的枣园走过50年，老板邱子明还把红枣变佳肴。那里面就是我们苗栗公馆乡这边种红枣种最多。那红枣的话，它是属于这种要排水性很好，所以它地质的话最好是属于那种砂石类的地底比较好。刚蒸好的芋头糕伴随着白烟出笼了，Q 软绵密，还有韭菜、虾米和红枣，快炒添味。简单的东坡肉有红枣馒头加持，淡淡的红枣香在嘴里散开。最困难的就属这一道红枣醉鸡。先用红枣酒浸泡，光是这一关实验好几回，一直要试到说试起来那个有那种酒味，然后对那个本身的肉质上感觉要好，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两种酒的比例不一样的时候，会有点苦味啊，或者是说它入味的程度，那我们也一直在摸索。骨子里有着应景精神，努力尝试，不断创新，甚至想出红枣饭。邱子明要让公馆和红枣画上等号。事实上，公馆跟红枣应该要画上等号，可是我们推广的不好，因为全台湾只有这边才有种这个。邱子明很珍惜地球资源，眼前这一张古董床，他化腐朽为神奇，变成餐桌。上万件的古董器具，隐藏上万个故事。客家人用的磨烂的话，就喺度挪些盐的呀，又喺讲粗麦啊，安尼咸水啊。摆设留住传统，菜色大玩新花样，新旧交织的效果在餐饮界闯出名号。古董桌上，红枣以不同的姿态登场，1000坪的枣园，50年的试验。当香气在口中回荡，当古意在屋内蔓延，邱子明的客家坚持，是给你我感动时刻。